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咁咧就因為我未能夠臨場喺大家當中分享呢個導人，所以咧我就用呢個方式咧，再同大家分享今日我哋查經查咩嘢咧？不尋常嘅戰略不尋常嘅戰略。經文嚟自約書亞記第5章13至6章第27節。咁如果我哋睇經文咧，頭嗰3節咧就係5章13至15節咧就講。個約書亞靠近耶利哥嘅時候，舉目觀看，不料有一個人咧手裏拔出刀來，對面站立嘅約書亞就到佢嗰度嚟，問佢講：你係幫助我哋啊？整話幫助我哋嘅敵人咧？約書亞就回答啦，佢話不是，我來係要作耶和華軍隊嘅元帥。約書亞就即刻俯伏喺地下，就話啦：我主有咩吩咐僕人啊？耶和華嘅軍隊元帥就對約書亞講：好，將你腳上嘅鞋脫下，因為你所站嘅地方係聖嘅。因為你所站嘅地方係聖嘅。約書亞就照住做。其實所謂不尋常嘅戰略就係當佢哋以色列人要打第一個過咗約旦河最大嘅城，亦都如果能夠打得贏，佢哋先至站得住腳，繼續嘅南征北伐。不過原來喺人生嘅路上，同樣都係。你靠乜嘢去打呢場仗呢？約書亞當然好得嘅，但係即使幾偉大嘅領袖，幾有帶領才能嘅，佢要學習服膺喺神嘅裏邊。所以呢段經文一開始講佢哋打耶利哥係打得到啊，不過唔係靠靠人、靠車、靠馬，而係靠耶和華。所以喺呢度我哋第一樣嘢查經查到嘅時候，我哋會思想，其實唔係靠啲咩人，甚至乎教會唔係靠啲咩牧師傳道執事去帶領，而係反而睇翻呢一啲要帶領人嘅人，包括牧師啦，包括執事啦，佢係咪真係信服由神嚟帶？因為人帶人真係咧會走好多冤枉路。不過由日神嚟帶領，你係求告神，求神嚟去帶領你嘅人生，即係話你經歷幾多高高低低嘅戰事或者困難，其實神都會要你學識得勝。所以喺生活裏邊，我哋有冇諗過，我哋嘅生活嘅主權係咪已經服膺喺基督耶穌裏咧？正話有時服膺，有時唔服膺。有啲嘢我自己想霸住，我哋就唔會俾神。求主幫助我哋啊！另外不尋常嘅戰略，亦都可以講就係原來喺跟住嘅成章裏邊，就係講佢哋點樣靠住神，聽住神嘅說話，佢哋一路嘅打落去。記得第6章第3至7節咁講，佢話一切嘅兵丁要一日圍繞一次，6日都要咁樣行。而7個祭司攞住7個羊角喺約櫃前，第7日要繞城7次，祭司都要吹角。當佢哋聽見一個嘅信號，就係吹角嘅聲音，佢哋聽見呢個角聲，眾百姓就要一齊嘅和應，只係做一樣嘢，唔係攞槍攞刀攻上去，而係大家一齊嘅為神大聲嘅呼喊啊！佢話城牆就必定塌陷，各人就要往前去真係打仗。原來約書亞就跟住召嗰啲祭司嚟，就一五一十咁吩咐佢哋咁樣做，又向住班百姓講多次：你哋記得帶住兵器，要走喺耶和華嘅約櫃前。無論呢一個係聲威震啦，又或者叫做咧行喺神面前，唔係，而係能夠靠住神喺後邊堅固嘅盾牌。你圍城啦，但係你唔需要去打佢嘅，直到第7日行7次，咁你就打啦。我哋睇到呢度咧，其實好似好傻仔啊！即係有啲人話打仗你都會淨係行一個行有鬼用啊！但係聖經係好強調用呢段經文或者用呢個歷史嘅事蹟話俾我哋聽，原來想強調對神嗰種順從。無論係約書亞
佢交出個主權剝鞋，又或者去到子民聽到呢個嘅吩咐，佢哋真係跟住神嘅方向。有好多時我哋做基督徒咧，我哋都可能會明知聖經係咁講，明知神係咁提，但係我哋都用咗自己嘅方式，但怪乎我哋嘅生命會跌跌墮墮。所以你見到當佢哋喺6章第8至16節嘅時候，佢好想強調係即時嘅，同埋佢哋係每一日都如是者做嘅，即係佢唔係嗰種係做一日就第二日唔做啊，或者第二日咧有批人唔去咁，而係全體都學識呢樣嘢，眾志成城，大家一齊去 follow，即時佢哋就經歷到神嘅工作。所以有時我哋人生裏邊，我哋都要諗，如果我哋諗起一啲聖經提我哋，不要怕，只要信，我哋信神，我哋就唔好怕。呢個就係即時神嘅話語嘅應用。有時我哋喺度，佢一路講6章17至27節，佢攻城嗰種詳細嘅細則，一路一路，佢哋其實全部都係 follow 緊神嘅提醒。但願我哋今日喺呢一個嘅困難啦、多問題嘅世代啦，或者自己嘅身體都會有好多嘅爭戰出現。你靠住主，主啊，由你帶領，我只管跟從你。求主幫助我哋啊，讓我哋今日喺查經裏邊，大家可以彼此嘅分享。你通過佢睇到自己啲乜嘢？願主保守帶領。